其实会走上创作这条路，不外乎我也是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哈。那哥哥爸爸真伟达哈，爸爸其实在早期也是国语应该是说台语歌，那个时候还没有所谓我们现在的流行歌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歌谣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创作者。所以我觉得从小他就灌输我们可能要多创作我们台湾自己本土的歌曲。所以当父亲开始也写出很多歌的时候，其实在小时候的印象就非常深刻。那一直到我自己也从事流行音乐，我才发现其实那个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哈。更何况我们台湾早期开始这个流行歌在创作上其实是领先在所有这个亚洲地区。所以我自己对于创作这一块，我会很特别的去钻研那当然是因为父亲的关系这个是最大的关系。这样，其实台语歌它有一个很迷人的地方我们常讲说台湾现在的文创是很重要的。台湾歌谣当中其实是占据整个流行音乐当中也快几乎一半以上我觉得这个歌谣一定要保存，就是因为它在早期写的这个韵味实在是非常的好。那所以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老歌总是听起来很有感觉、很有味道？到现在，即使很多的流行歌那么的多，但是我们偶尔回去听到以前的作者写出的那样的词意、韵味或整个的味道，真的是都可以亘古。所以真的很希望现在的写台湾歌的这些新的创作者，应该是常常要回去听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这些台湾歌谣，因为我觉得台湾要走出自己的文创这一块，以前的歌谣是不可少的。虽然有很多创新的新台语歌，但是我觉得它的根基还是要回到这个歌谣上面。那我很期许现在很多新的创作者，他们其实是不但有新的生命。那如果可以再结合一些这么好的、优秀的这些作品所遗留给我们的这些精神，把它综合起来，其实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新旧传承。现在常常有听到一些很像国语歌的台语歌，对我来说，我觉得当然我自己不但做了很多的台语，我也编了很多的国语歌。但是最大的不同，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会是在整个的编曲跟制作物上会有一些的区隔。台语歌注重的是一个精神，它那个精神的张力有时候不能用一些新的，比如说现在很西洋的，现在在流行什么样的音色，或者是说流行什么样的这个和弦进行，我们就把它套用在台语歌上。我觉得这有时候要用得很小心。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如果我们台语是要做一块是很新、很完全颠覆传统的台语歌的时候，那这个台语歌其实是另外一种颠覆的感觉。那这个东西当然我们要玩的，我们所诉求的，它就不是传统的台语歌。那当我们去想说现在的一个流行台语歌，它应该兼具是什么样的特质，才会觉得说，台语歌有台语歌的感觉。我倒觉得说，它的编曲，在一些配器的用法上，还有在它的和弦进行上，它其实还是有一些的限制的。那相对台语歌，在整个的词义，跟它的旋律走法，其实它是有韵味型的，所以在我们的编曲上，我们通常都要尽量去以旋律为主。我们没有办法去用编曲来做一个主导。有很多的国语歌是可以用编曲来做主导。可能它的编曲是一个特色，我们一听到就觉得哇，这个歌的编曲很棒，然后这个国语歌的生命力可能就因为这个编曲而让人家印象很深刻。但是我觉得台语歌最厉害的是，当这个前奏一出来好听，但是它唱出来以后，大家才会真正进到那个歌曲的意境里面，这才是真正流行的台语歌。